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车三 M 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人知。日本一名社出版社，这个亚洲人物孙呢，甲前总统李登辉，就是中国人的外交部要求随爱来受证。大巨蛋准备要来进行测试，不过在停车场出入口游览车、轿车、乌多摆动线会小破，那光复南路停车的出入口呢，倒直会影响交通。今早起伫新店有民众看到动物尸体四散，初步检判应该是强仔，若做有人违法抬饲野生动物，上重会当罚到30万。日本一名社出版的这个亚洲人物史，甲前总统李登辉列做是中国的历史人物。李登辉的查甫囝李安妮表示遗憾，强调李登辉是台湾人。也咱的外交部表示，无法度理解台湾也无法度接受，已经指示驻日本代表处要求出版社随修改错误。日本集英社出版的《亚洲人物史》拢总有12套，介绍对古早到21世纪的亚洲人物。上尾一本是迈向亚洲的世纪，是照地区和国家来分。李登辉含前中国国家主席邓小平、武打演员李小龙含达赖喇嘛14世拢互归作是中国的历史人物。行政院长陈建仁找三讲，希望日本出版社会当尊重李登辉对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做出重大的贡献。李登辉前总统呢，确实是对于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发展还有经济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尊崇他。我们也希望他们尊重李登辉前总统对于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李登辉基金会董事长李安妮发声明指出讲，不管是出生的时阵，还是二战结束到呾，李登辉拢无适合归伫中国。强调李登辉是台湾人，心内上挂念的就是台湾日本两国的关系。呼吁集英社会当思考，甲李登辉列伫中国的适当性。外交部是表示袂当理解含遗憾，台湾社会无法度接受，已经只是驻日本代表处要求出版社随改正错误。李前总统终其一生致力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并领导台湾对抗中国共产威权主义，是落实台湾民主化的重要推手，也是享誉国际的台湾政治领袖。对于李前总统被归类为中国历史人物的错误，台湾社会无法接受。也许是压力，也许是自己自主判断吧。为了不得罪中国，日本很多的出版物都有类似的状况啦。这个在日本的台湾团体一直在努力的抗争。日本媒体人士万明夫分析，真侪日本人对台湾中国的关系，犹原搁伫个摸袂清楚的阶段。集英社即摆的新册，无排除后壁有对中国来的压力，要改写过去真侪年来的认知，代志双方搁爱加拍拼。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北合到当时无结果，国民党是搁再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用民调取代一个投票，加上立委参选人投票占50%，50%。那第二个是民调以外呢，搁再比较政党比例。不过国民党拢无要接受，强调全民调。不过伊也讲，这民调对比伫5彩范围内，无论输赢，伊拢甘愿做副手。朱立伦是发声讲，唔通惊倒头，会当搁再想看卖。还尤其是强调会用诚恳的态度来协商。不过民进党的赖清德是表示讲，唔管这南北合安怎夹，伊就是上介好的选择。南北合政党协商也卡掉的，传出国民党侯友宜话讲，初三是最后期限。国民党提出新方案，第一是参照日本的自民党，以民调代替投票，校官官校对比赖萧占比一半，南北立委参选人投票占比一半。第二是参照德国，民调对比占一半，两党支持度占一半。暗过互民众党瓜文铁拒绝，搁再声明全民调。暗过议员有让步，连做民调伫5差范围内，无论胜负，拢会当接受做副手。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候选人大家来投票。那我后来算一算，他们有69个立委候选人，我们是11个，这个还没投都知道结果了。协商是一定会协商的嘛。朱立伦跟侯友宜总统参选人从来没有讲过，今天是所谓的截止日，直接跟大家讲火车根本还没到站。朱立伦讲，南北合无到最后期限，郭文天嘛表明，未讲火车来就不爱插你这种话，要互双方搁再协商。大家以最大的善意跟诚恳，大家一起共同面对，携手合作。南北合伫总统人选的部分虽然无进展，不过双方嘛无甲话讲绝。民进党赖清德初三到中华南投强化陆战，嘛无袂记咧搁批评南北合。
不管蓝白合不合，赖清德都是最好的选择。另外，我们欢迎郭台铭参选总统，但是也敬请社会大众能够票投赖清德。赖清德话讲，要打造台商是世界台商，台湾是世界台湾，讲会做台商的靠山，支持台商国际化，也会协助美国、日本建立在地省内的产业链。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台南市议员朱正宪指控立委参选人李全教伫咧公祭场合对伊起骹动手，佮家己颔棍压掉的，佮家己恐吓，即马已经报案，也要来提告咯。不过李全教这边是讲，迄当阵只有家己搭肩架头尔尔，无甲恐吓。朱正宪，就一直扣住，好，然后都没有放了啦。就长达5分钟啦。表示迄当时的状况，民进党台南市议员朱正宪指控立委参选人李全教2个人伫台南殡仪馆等的时阵，对伊甲颔棍缩掉的，而且甲恐吓。会在公开的场合有办法这么的理所当然的对我做这件事情？第一个，他的法治的精神可能不够，他觉得这样做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那这样也代表着，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很难讲的。朱正宪讲，迄当时互李全教控制自由，而且对伊大声骂，起因就是伊过了界捌公开指控伊过去有贿选，李全教找伊理论。他都一直强调他自己是无辜的，他没有贿选，他没有社会，他可以在他的平台上不断的上播一些有悖于事实的资讯。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去把真实的资讯揭露给我们选区的民众吗？针对这部分，李全教阵营也表示，李全教做人害派，迄当时把手搭伫对方的肩胛头，公开场合问朱正宪所讲的贿选也个乌金是啥物，并不甲伊恐吓。就只是一个简单的互动，怎么会变成恐吓？这种扭曲事实，难道是真的选情告急了吗？他屡次这样子一直抹黑李全教先生，不管是在网络新闻媒体或者是公开场合，那已经对李全教先生造成他的人格上的磨灭。台南市立殡仪馆怀哲厅涉嫌妨碍自由等案。本分局已经受理依法办理中。李全教阵营也无排除过朱正宪诽谤意图使人袂当选的诉讼，只不过殡仪馆关键的监视器画面，警方以警察无公开无要提供，但是真相爱等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巨蛋准备要进行这测试赛，也个亚锦赛。不过有议员发现讲，这大巨蛋停车场的出入口呢，游览车、轿车、奥多巴的动线拢会相破掉。也那光复南路顶头的这停车场出入口，有民众感觉讲开伫遮是真奇怪，讲这排队的轿车若准排甲倒直，也影响到车路的交通。台北市建管处初二核发台北大巨蛋使用执照，特别测试赛加亚锦赛啊，场馆4颗里的交通压力测试嘛要开始。不过，即马停车场动线正乱，引起讨论。大巨蛋的停车场的入口却把它设置在光复南路的第1车道。车道的容流量只有20台车，这个未来面对动辄3、4万人以上的活动，根本就是不堪使用。有议员认为应该爱有上歹拍算，若做真正袂使就放弃走路。同款有问题，也有大客车临停黄线设伫分抢路这边，晚上用临停预约制。不过若有大客车无预约到场停等，车流就会踢到光复南路，而且停车场的出入口，若有大客车甲汽车动线交叉。也怕这个问题，车流交错的部分是一个最大的状况，而我必须再强调一次预约下车的这个制度，在黄线上来讲，以目前的法规是没有这个法规的，因为黄线不是一个专用的路权。我也要求交通局必须要有完整的规划远雄针对各项交通必须要做相关调整。因在亚锦赛举办期间，也必须随时监控。除了交通问题，议员也讲，大巨蛋上万人测试赛得要到啊。不过连接大巨蛋的捷运连通道、下沉式广场，也有道城通路，拢还未完成验收。对这代志，体育局是回应，捷运公司初三要求体育局、消防局，也有万雄巨蛋公司办理现场会勘。万雄嘛答应要伫11月15前完成道城通路，也有消防避难空间的相关工作。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北社岛开发案已经是拖真久啊，市政府可能要来取消同意比例限制，九大自然风力的去区段征收的土地，只要是土地所有权人反对，就会当排除在外。不过有住户表示讲，无法度理解这九大自然范围是安怎去认定。自救会也批评讲，这市政府讲较好听，事实上主要计划也有方方计划袂当去叮当，讲较白就是大部分的住路也是无法度保留的。社岛的开发案已经延签真侪年，台北市政府是建议要去保存民国58年进前都已经有伫的合法聚落，就是人咧讲的九大聚落的范围。范围一去区段征收的土地，只要土地所有权人反对就拆掉，但是当地民众无赞成。我是很压抑的，没有被纳入，是我看到图面我才知道，我觉得我被骗。这个框框的定义怎么来的，我完全不知道。他那个框框里面根本没有把那个零零散散的都剔除掉了，根本没有框进去啊。住户讲无法度理解九大聚落范围认定的标准，自救会嘛批评讲，政府表面上是好意回应社岛的居民要保留聚落的诉求，讲只要提出申请就提掉，但实际上并唔是安尼。提掉的关键监管是主要计划，方方计划袂当动，这款条件就是要互社岛的聚落调伫遐袂顶袂动，大部分的聚落共款无法度留落来。那我们要一一来戳破这个世纪大骗局，台北海大对面这些房子，因为它也是面临的主要计划，但是它实际上它是在58年以前的聚落，它就留着，就算我提出申请，台北市政府也不会让它剔除。我觉得是换汤不换药了，这个要一视同仁了。聚落外、聚落内的土地跟房子，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他们的财产权，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都必须要受到保障的。学者认为讲，社岛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当地居民大家做伙讨论、达成共识，不是建商和财团伫遐炒土地，再个逼少数的弱势去配合。地政局是讲，符合态度条件的，会对原本2个所在增加到50几个，按算伫11月中会向市长来报告，上紧11月底会函复内政部。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拍算伫咧鹿港江滨工业区起主管化处理中心，所受到在地居民的反对。今日在地居民和环保团体本地是要趁经济部长王美花到彰化时阵交定情书，不过落尾是王美花无来到位。那这产业园区管理局是表示讲，3礼拜内会邀请相关单位做伙来开会讨论。部长救救我们！部长救救我们！彰化沿海的民众和讨海人来到鹿港江滨工业区，提定情书准备向经济部长王美花တင်情。不过部长并无出席座谈会，改由其他的人参加，让群众真不满。为了洗脑嘞！我们今天没有为了洗脑嘞！为了解决全国需要废弃物处理设施无够和污泥处理的问题，经济部工业局计划用 BOT 的方式，伫鹿港起资源化处理中心。唔到当地民众反弹，认为拢无和地方讨论，而且佫通过环评，过程袂输是互相作业。对啊，伊这完全拢无沟通啊！伫咧不知不觉的状况内底吼，去互因乌龙蛇都去通过。草草率率，好像闯关的仪式，这样就通过，那让我们地方觉得很惊惶。那真的这个经典文化炉来到我们地方，也没有跟我们地方说明什么。民众讲，全关9座焚化炉，伫江滨地区有6座。已经伤多啊！搁在南北拢有大型的污染源，环境的负担已经真重。也那业者伫今年3月，防检局也未摕到建造的施工，环保团队伫9月勘察现场。虽然业者家己项目拆掉，不过民众坚持一定要撤案。有90%会来处理这个外县市的废弃物，那这样真的对我们彰化人非常不公平。金鼎真的是10恶不作，该处理掉了。那这个大家要来评论嘛？啊，我不能今天我就来这边讲说，哦，你要撤案，我就说好，我来帮你弄撤案。经济部同意讲，3礼拜内会招相关单位来开会讨论。不过环保团体和民众坚持，前提就是要来撤案，才有协商的必要。若无，因会继续发动抗争。记者综合报道。
今早起有民众伫新北市新店看到这动物的尸体四散甲规涂骹，通报这里长落尾这动保处的人员赶来到现场，查到2副的头壳骨，腹内还佫一寡肉皮啊。初步研判应该是野生动物强啊。目前有甲这尸体早登去化验，若准真正有人杀死这野生动物，上重会当罚到30万。有动物皮毛、有血的尸体，还有一寡腹内拢散伫草坡啊，向顶悬看树仔顶，佫挂塑胶袋啊。新店区中校里长尤浩林，初三早起9点半，接到里面通报，讲伊牵狗伫散步的时阵，发现分隔岛好亲像有狗仔的尸体，所以伊就赶紧赶来，嘛报警甲通知动保处，讲现场正残忍，拢交火。看到我非常的愤怒，气到我真的在发抖。应该是大家都有共同的意识，说这种动物是不能这样子做虐杀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一条生命。那个是下巴，有没有？随赶来的动保处人员赶紧搜证，躯伫涂骹清点一块一块的尸体，拢总查到2个头骨、腹内啊，还有皮。处长杨淑芳表示，根据头型、喙齿、耳仔的形，看起来应该是山姜啊。为着谨慎，已经将尸体送去调查局化验 DNA。宰杀3枪涉猎捕抓野生动物，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9条第1项第1款规定，最高可处30万元罚款。里长表示，为民警监视器有看到初三环境12点半左右，有人穿无黄的甲窜过车路去对面的分隔岛，所来徛伫路的夹一包物件等入去草坡啊。这个人是毋是有涉案？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新店分局工程所是讲，会持续协助动保单位查清楚案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民族国中3年啊老师和学生，最近呢有135个人去到中部北部毕业旅行。不过昨暗所有囡仔开始发烧、吐、走北的情形出现，有49个人被送去标立的病院急救，真有可能是食物中毒。本案校方知悉时，已立即进行校安通报，并通知家长，且同步联系当地卫生局。后续由该卫生局介入调查厘清发生的原因，倘经厘清为特定厂商提供食物所造成，校方将与旅行社或相关单位协商后续的责任归属。高雄市教育局表示，讲经过治疗了后，大部分的人情形拢真稳定，目前已经登去高雄，也继续追踪这的状况。也因为毕业旅行有去过台中苗栗新竹桃园几类所在用餐，各县市卫生局拢会派人去餐厅稽查采检，其中伫桃园的活鱼餐厅，和卫生局发现讲有13项违规事项，已经要求因限期改善。若准无才依照是案法，会当罚6万到2亿。昨昏伫咧台北板甲有一栋公寓厝呢，因为这铁窗外口后气，规个冷气就吊伫咧半空中，安尼动海。而且这壁顶的泰路，也有冷气的室外机，也拢落落来，加在是无人受伤。也因为这公寓的所有权人无尽到管理维护责任，上重会当罚到30万。警方齐步出动，看到规涂骹的翠泰路，抬头看顶悬，规大片铁窗落落来，卡伫咧半天。就连冷气室外主机嘛落伫咧银钱卡顶悬，都惊随时会高落来，随牛风扫散。我买便当转来，我坐落去才2分钟尔，等你恁弄啊，无算啊，叫我拍来，乒乒乓乓安尼。啊，我错者我来开门看，啊，就规片啊。代志发生是台北市艋舺五常街一个公寓4楼，初二暗时6点外，铁窗无已经落落来，泰路阁一直落落来涂骹，讲歹厝边仔的雨闸阁破几落的大坑。当地民众看这情形，赶紧甲警方报案，联络厝主来清理，阁找人甲铁窗拆除。无代无志，向人拼了，大家嘛唔知影。拄甲再拼了，无去讲着人。啊，咱共弄歹就是爱共修理啊。该4楼屋檐外侧悬挂之铁窗，于21时49分拆除完毕，确认危害排除后，现场恢复通行。中会现场已经清理好啊，大细地泰路马拢装地啊，铁窗暂时放一边。
警方初步调查，铁窗啊老化，甲泰鲁规个拆落来。厝主是讲，厝因为租互别人，目前阁有厝卡，会负起赔偿的责任。无奈监管处也是被罚。如有掉落情事，因已有公共安全的疑虑，监管处将依违反建筑法77条规定，处以6到30万的罚款。厝的所有权人甲使用人无现金管理维护责任。台北市监管处表示，会依法罚6万至3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对这以下战争爆发到大，已经有超过9000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以色列方面呢，也有1400人左右来过往。外界也呼吁讲，这战争就要赶紧来停。不过，这以色列无要落冷，也无要停战。美国也反对全面停战，爱用暂停这款暂停冲突方式进行人道救援。也那突尼西亚的网球查甫选手贾博，昨是伫咧比赛了后，宣布要捐出一部分的奖金，帮助巴勒斯坦人。以巴冲突较大，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袭击已经致使超过900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700外个囡仔。联合国表示讲，加沙地区空袭不断，生存所需的上基本物资无够，巴勒斯坦人有种族灭绝的风险，呼吁赶紧人道停火。If you read the Article 7 and 8 of the Rome Statute, i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crimes of war. 根据无国界医师组织，目前也有超过2万的伤员困伫加沙地区。虽然平民伤亡惨重，以色列也无停火的打算。以军表示讲，经过几啊天的地面进攻，即马已经包围哈马斯主要的据点加沙市，目标是要攻破哈马斯的指挥机构。המושג הפסקת אש כרגע לא נמצא על השולחן בכלל. צה"ל נמצא במלחמה, מנהל מלחמה לפרק את חמא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率接10月中旬后，崔山搁再飞到以色列，针对以哈冲突的局势，甲以国的总理纳坦雅胡见面，为了重申以国的自卫权利。刷来访问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美国嘛反对全面停火，强调爱多处暂停冲突，让民众安全撤离。美国众议催日嘛通过共和党的134亿美金援助法案，内容包括提供以色列武器。Israel doesn't need a ceasefire. It needs its allies to cease with the politics and deliver support now. 挺巴唔挺伊的示威活动继续伫各国进行，有人为着死亡的巴勒斯坦民众画休，有人是祈祷放绑票以色列人会当平安返厝。另外，伫墨西哥参加 WTA 年尾赛的突尼西亚女子网球选手加普，昨伫比赛后联访的时阵宣布会捐出部分奖金帮助巴勒斯坦人。伊讲，虽然家己摕到胜利，不过对加沙的情况感觉伤心，希望世界会当和平。公视新闻杨干编译。在以哈战争当中，日本有第2届撤侨，其中有一个是咱的台湾人。外交部表示讲，这是日本驻以色列大使馆主动向台湾的住处致接，才当牵成这件代志，向日本表示感谢。目前台湾也阁有138名侨民和家眷也留伫当地，咱的政府也透过国际主权组织提供巴勒斯坦人道救援。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火搁再加强，日本政府决定第2届撤侨，安排自卫队的运输机去以色列载送。第46个星期内底，阁包含一个台湾人。我国驻以色列代表处与理念相近国家在当地的使馆向来有密切的联系。日本政府愿意提供若干机位与我国侨民搭乘。经我国驻以色列代表处联系，共有1名国人及其眷属共4人登记搭乘。外交部对日本政府优待情分表达深恳的感谢。这班专机一定伫日本时间初3暗时到东京，不过有台湾人选择留伫以色列。看不出来这里有战争的气氛啊，因为就是以色列人必须学会如何跟战争相处。甲红菜带伫以色列耶路撒冷台湾部落客约阿咪翕到市中心的记录，居民正常生活买物件。约阿咪讲，当地算真平安稳定。根据咱自处的统计，目前也伫以色列的侨民甲亲族有138人。外交部长吴钊燮初日证实，极战区加沙有一个台湾籍的医生已经安全撤离到埃及，即区无台湾侨民啊。当时咱方计划透过 NGO 团体、国际主权组织提供巴勒斯坦人道援助。关心在当地难民的这一个人道救援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会跟世界上
的国家继续来努力。那我们希望这一个战争能够早日结束和平早日到来。陈建仁表示，台湾正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的局势发展，会甲友好以及理念晚近的国家保持联络。外交部嘛说明，会用适当的管道提供受战争影响的民众民生医疗物资，也有补给品质的援助。记者综合报道。在英国利物浦卡球队哥伦比亚球星路易斯·迪亚兹伊的老爸老母，顶礼拜在因故乡的加油站互歹人掠去，妈妈是成功放出来，不过爸爸是下落不明。哥伦比亚政府初二表示，这桩案件是左派的民族解放军做的，要求因要随放人。卡球明星路易斯·迪亚兹的爸爸去互匪徒押请绑票，下落不明了后，哥伦比亚当局出动几落百的军警，伫关山峻岭的环境要来甲解救，佮讲要赏相当48000美金的奖金，互提供线索的人。警方一日开始认为主嫌有可能是犯罪集团，不过初二甲反乱团体做好谈的政府代表团是讲，迪亚兹的爸爸是去民族解放军下骹的一个单位掠去的。reconocer que el ELN no esconda la verdad, diga que tiene al Ocho Díaz y que no lo entregue inmediatamente. Eso generaría una reacción pues interesante para mantener ese proceso de negociación. 迪亚兹是哥伦比亚国家卡球代表队上有天分的球员之一。去年以6700万美金的代价加入英格兰卡球超级联赛的利物浦队。伊的乡亲顶礼拜人伫故乡巴兰卡斯加油站，互骑机车的匪徒用枪压走。妈妈几点钟后就放释放，不过爸爸下落不明。56岁老迪亚兹捌伫当地唯一的一间卡球学院担任非职业教练。当地民众自动伫顶个月底为这件绑票案上街路游行。迪亚兹的妈妈当时嘛有出来参加，佫行伫队伍上头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即马咱人穿的衫要对流行形体爱心介绍个爱俗，不过较无耐吞，真侪人穿无几届就会偏掉。伫欧洲呢，平均一个人一年就会单掉12公斤的衫甲鞋啊。为了避免这款的情形，后面要求生产者就要成立一个废弃物管理费，一领 T 恤差不多是要纳代票4块钱，费用会因为这回收甲处理的困难程度对咧增加。规个路顶拢会看到几两间快时速的服装店，快时速的衫介绍书大部分拢是自制纤维、奶酪顶塑胶纤维做的，品质较无同，互看做会当随时等晒的消磨品。数万栋的衫、条件拉衫，拢是人单调的快时尚服装。根据统计，欧盟国家每年的单调将近430万栋的纺织品，平均一个人一年单调12公斤的衫甲鞋。欧盟的数据按2000年到2015年之间。全球纺织品的产量差不多加1倍，也就是到2030年，衫甲鞋的消费量会搁再增加2/3左右。快时尚的品牌按原料、水电到废弃物处理，拢对环境造成压力。欧洲环保署捌伫2019年统计，每一年每一人的家用纺织品用的水就超过10万公升，这寡数据搁在快速的成长。为了促进纺织品的永续利用，欧盟伫今年7月提出草案。要求工厂维护废弃品的管理费，T 恤是一领大概0.12欧元，大概新台币4块。费用会因为回收甲处理的困难程度来增加。瑞典南部的马莫里成立全球头一间大规模的纺织品自动分类工厂，用高科技1点钟就当分类超过4.5吨快时尚服装的成分。And the machine can tell us exactly what fiber composition. So what we have in the end are bales with a certain purity. For example, 95% cotton, which can be recycled in the next step. 欧盟2030年纺织品循环利用的目标，除了增加回收再利用的使用量，佮订定相关法规，包括禁止业者消费无卖出去的服装，要求快时尚厂商建立废弃品的回收系统，要用强硬的手段来管制以前较少的管理的纺织品问题。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当咧拼独立参选总统，昨是宣布人数有超过100万人，也因为安尼生各地头标出真侪乌色案件，以60到400块不等的计数去赔连署数的情形。检调也去查北部几落连署站，也要追查讲送一寡较细项的物件敢有违法，甚至约谈几个加郭台铭较亲近的人。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树修就批评讲，这拢是政治操作。
报名红约谈的人员是行真紧离开地检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初一则亲身去选委会送连署书，要拼独立来参选总统，但是各地是小连续传出买连署书的争议。检方这2天唔那是大动作，敲找真侪连署站，初一暗时阁约谈真侪人，其中包括郭台铭转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大动作搜索跟之前一连续的不是我们官方正点的这些买票嫌疑犯被收押是不同的事件。可是这样连续的操作之下，就好像说终于搜索到官方的站点了。黄素秀是批评检方的敲找无符合比例原则，是政治操作，呼吁行政中立。但是士林地检署嘛接到证据，代表一个市场的经理长和不明的共犯参详了，用超过20万的报酬完成1000份的连署书，并陆续交付空白连署书与收视之亲友，并表示每完成1张连署书即交付250元对价，陆续约谈涉案人等。并声押张姓前里长获准。南北部高雄顶个月督查到民进党高雄市党部的成员涉嫌替郭台铭买连署书，初二阁发现有一个小英集委会的组长用家己开的奥多麦行来暗砍，甲修理车的人客因为一个人头400块买连署书，和高雄地检署照违反选罢法向法院来声押嘛准啊。民进党高雄市党部讲会照党纪来处理，台中是发现有人假诈骗集团来买假个人资料的连署书。认定性被告系涉犯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87条第1项第2款之犯行，许姓被告则另犯刑法之诈欺、伪造文书等犯行。面对连署乌西的事件一直传出来，黄素秀讲，目前逼出来的案件拢毋是官方的站点发生的，站点嘛严格禁止连署有对价关系。郭定明嘛表示讲，连署书拢总是收件120多万份，甲超过20万份无符合规定的连署书提掉，连署嘛已经有900万，未为着几百份去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伫咧拼连署的这个总统连署的，也阁有一位是1981年虎山双死命案，红列做是10大政绩要犯的拿胜基和伊的副手共和党主席周克基。不过北检呢是查到这周克基涉嫌以1张200块的代价背连署书，即马已经甲伊羁押禁见咯。今仔日咧，这北检是依照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甲这个周克基羁押禁见，伊伫今年8月才互检方依照反渗透法定罪来起诉。也若拿胜基是被告身份问话了后，甲伊放转去。拿胜基讲，伊无去干涉到这乌西案，只是家己出钱请人斗相共处理连署尔。另外，还阁有3名共犯，其中2个人是2万块交保，一个是限制住记。顶个月，鸿海的这个富士康集团呢，和中国查税查土地。最近网络也传出讲，这富士康呢，就爱补税，补人民票1800亿，也阁有2万个卡球场遐尼大的土地，拢爱和中国收去。鸿海表示讲，富士康合法经营一切正常，不过今仔日鸿海股价有关是跌落去啊。鸿海下凯富士康集团进行传出，和中国查税查土地。最近网络谣传，富士康爱补税1800亿人民票，加差不多2万个卡球场的土地，会被收回国有。初一暗时，鸿海发动新澄清，这是谣言。富士康一直是坚持合法合规经营，集团生产经营拢正常，希望大家明辨是非。观察初三鸿海股价开盘95.8块，波量上悬到96.2块，波量上低是95.2块，波1.5块。如果他不澄清的话，那么市场的信心一定会崩溃掉哈。那所以呢，他在这个做这个澄清的动作是一定要的。这个官方宣布就是说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它的股价应该还是会这个还给他一个公道。资深分析师表示，鸿海发布当信，主要是希望能讲清楚外界记录，杜绝网络无实在传言传开。观察鸿海股价，这代志无避开进前，最近股价上悬是10月13的107.5块。代志爆发了后，10月30股价创上期只有94.5块，相差13块。有个中国也无公开调查结果进前，鸿海股价可能还会继续盘整。专家认为，有关富士康调查的结果，可能会在总统选举进前对外公布。如果他有意
要干扰台湾现在这边的一个经济安定的状况哦，他有可能陆陆续续会在选举前去公告啦，届时再跟他的那个 ECFA 的一些调查连接在一起。专家指出，那中国正是抓到胡志康有疏失，胡志康就算被处分，应该也未是天价罚钱，若无可能引起中国外资公司的警戒，对中国侵外资投资是不利的。记者综合报道。有立委表示讲，这中国若准停止 ECFA， 要求农业部要提出应对的相关资料。农业部表示讲，即马这资料是袂当公开，若准公开等于是互中国看现现。另外，国内鸡卵介绍连续2礼拜拢落落，不过寒天天要到啊，也是要有一寡库存，大概是3000万粒，确保这介绍稳定。鸡卵要起育，互台北市两商工会连续2礼拜调降鸡卵产地甲批发计数，累计达到特大斤5块。农业部一度发挥地方政府重新互学校午餐使用育卵，不过面对进入秋冬禽流感流行的季节，农业部代理部长会在接受影音平台采访时阵表示，嘛是要建立一定的库存，稳定市场计数。如果用100万的话，30天来算的话，大概我们的库存的水位大概是3000万颗。把你的沙盘推演报告给本席。我想现在目前的推演还不方便对外公开。那它牵涉到整个本身就是不肯给，整个针对国民党立委李桂敏10月11号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要求农业部提供，万一中国停止 ECFA， 政府要如何应用的沙盘推演报告。但代理部长伫专访时阵嘛表示，中国透过各种管道想要了解咱的对策，为了国家的利益，当然袂当讲。你利用这样的一个立院的这样质询来去让我们要说出我们的策略，其实就是在帮中国。我们是不会放弃任何的一个市场，但是面对中国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其实并不是我们期待的。陈俊贵强调，中国对台湾的贸易无有境来禁止输入，或者是要求业者注册，拢是咧打击台湾农业。目前咧执行对台湾的贸易比例调查，就是要互外界一准，无中国市场，台湾的农业就无法度活落去。农业部会继续来分散市场，108年台湾外销水果8成左右销往中国，目前只剩2%。记者林俊忠、郑志成综合报道。最近受到以下政策影响，黄金、美金拢起价，尤其是美金换台票起到32块，也或者进口的电器产品愈来愈贵。电器工会表示，讲年底以后，一寡进口的电器产品可能会起5%，是起上济一届。外形时行溜溜，不管放伫厝内倒位，拢真好看。这是韩国的家电品牌全新推出的空气清净机，除了有清净机的功能，也有低档无线充电，也甲气氛灯。不论是外观还是功能性，拢符合现代人的需求。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茶几提供干净的空气，然后让小朋友在上面，不管是吃饭啊，或者是学习，都可以透过它去做一个搭配跟使用。也有一台上新的高阶110寸电视，卖449万，要来抢高级主题的市场。到像我们后面这一台，现在就主打金字塔顶端的 OLED 的77寸这一些，我们现在是主打说它有声控。今年拢总4天的台北电气空调店开始，吸引不少人来看店的民众，也拢望会当抢到好康的。洗脱烘，我觉得很目标很明确，这是第一站，后面还要再看啊，多比较。只是美金较贵，台票落到32块。这原来互进口电器愈卖愈贵，尤其是最近佫拄到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互黄金甲美金拢起。电器工会就坦白讲，年底过了后，进口家电恐惊会佫起5%。我们成本从今年以来确实有遭遇到很大的挑战，我们现在也有在考虑，可能在年末的时候会有一波的可能的涨价的一个考虑。我们以前是以台币28块兑换美金在计价。那现在已经超过32.4块，涨幅将近15%。那目前有空调品牌大金调涨2到5%，那Panasonic 窗型的也有调涨2%。电器工会表示，这届调悬的幅度是6年来上悬的一届，包括生活家电、冰箱、洗衫机，拢有一定调整的幅度。在高通货膨胀的时代，来势展览的民众一定爱算盘小得热。加比较才会当升级。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县政府11月开始要甲掠流浪动物的业务改由动植物防疫所来负责，却因为欠人无经费，要甲中央吐经费，也引起众人议论。花莲以前掠流浪动物是由各乡镇市清洁队来做，拢是民众通报了后，各单位安排时间来掠。北客未生了后，原地野放或者送去鸟狗活动分区安排认养。这业务11月开始回归农业处动防所来负责。保护工作部分呢，统计到今年8月底为止的部分，在犬猫绝育的部分呢，已经执行了180只的犬猫。那在宠物登记的部分，跟相关的热居诱捕移除。按过动防所负责了只有5个人，不止人力案，就连经费拢有问题。官府计划向中央申请补助，按过后面代志期，官府为啥无先计划才执行呢？那为什么没有先想到人和钱？就这个是很奇怪。如果它是一个政策的规划的话，它是必须要有配套的。但是我看新闻稿，你们自己还在写说没有人力，然后预算不确定够不够，要跟中央申请。另外，包含执行 TNR 政策无照正常程序，真侪鸟狗掠起来，北客未生了后无原地养放，也有民间收容所管理这问题。有关认为，毋是中央补助了，就应该先跟县府甲民间合作，先伫动保志工先解决人力问题，制度执行面，佫需要加强规范。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伫咧高雄林园的南马地公园呢，有正特别的倒头收海梯。这款海梯呢，会用倒头仔的方式伫咧收水。最近伫咧台南将军也出现真济。台南的生态保育协会是认为讲，主要是海流的变化有关系，市政府讲会找人去了解。樱花边行，真侪民众摕相机起来翕，唔知影水底到底是啥物。详细看水内古水的生物倒头仔优雅咧收水，那亲像一蕊花，这号做倒头水母。某人讲伊是海中的母者，因为若要看，就要走到高雄林园南马地公园。不过，即摆台南将军的观光景点煞出现，连在地人嘛讲透视人无看过。阮住伫遮已经40多冬啊，毋捌看过即个物件。啊，感想安怎？哦，伊真正足水的咧，应该足趣味的啊，因为我嘛捌看过这种的水母啊，第一概看到倒掉的。主要是来看那个生命之树，想不到这边生态维护得很好。根据了解，这款水母伫历史拢会冰倒头拍击来吸收日头光，这摆乃会出现倒头水母类。台南市生态教育协会认为，这参海流变化有关系。市府嘛讲会邀请专家学者来会勘。春夏左右遐吼，拢会伫河口遐会繁殖的。随着迄个东北季风哦，咧行的时阵哦，增加强的时阵，伊即摆就直直往南来来刷所在。将报请中央湿地主管机关国家公园署，并邀请生态专家前来现勘。将军四型岩产是国家重要的湿地之一，有丰富的生态，不只好佚佗。目前水内除了有差不多手半大的倒头水母，嘛有50颗细的水母囝。来参观的民众看水就好，唔通伸手落去摸，惊手中毒，搁兼去甲伊伤着。记者伫新闻台南采访报道。边科大团队伫云林拿来山区调查人含狗的冲突，却记录到这照好的形影。今年，佫伫咧拿来平顶高坑新增发现到3摆。研究人员也讲，这是1988年了后，当30年，佫再监测到照好出现伫咧云林。这一张就好的相片，是伫业署南投分署的自动相机。今年1月是伫云林拿来平顶村所记录到的，也有今年3月嘛伫高坑乡新庄村翕到就好出入。这10年来伫云林就记录到7摆。林业署表示，这正做中部甲南部就好串联的重要一点。今年度林内乡平顶村及古坑乡新庄村也持续有3笔石虎记录。1988年云林县古坑乡石虎新闻记录以来，难得的调查资料将台湾石虎分布保育拼图拼凑完全。为了办理高山仔甲人狗冲突的调查计划，林保署为2018年委托平科大团队研究。不过过去30年，云林确实有照好出入的记录。团队先伫2019年伫拿来乡记录到照好，刷落来3年来，搁伫拿来甲高溪乡记录到照好。因出入生态地的共通点，拢是伫农产甲拿地交界。我们也
也会觉得说，虽然目前我们看到林内乡这个石虎的那个活动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但是也同时已经可以去想象到，在这样子一个地方活动呢，其实它已经跟犬猫有高度的交汇，那也势必会预期这些犬猫可能对于在这边活动的石虎是产生一些威胁的。研究团队表示，过去就好敢若伫苗栗、台中南投有稳定的族群，虽然即马婚林拿来乡各偏乡拢互人记录着，毋过就好伫婚林生态地的族群量分布范围，也阁需要更较侪科学研究了解。希望相关单位在地居民会当重视，促进生态地品质，互更较侪野生动物伫青山地区生存落来。记者王伟雄综合报道。金门上界大的海石基点安顺今仔日开始伫咧金陵乡的后湖村举办，这是12年才有做一届的海石。后湖的海石也互金门县政府定了做部县文化资产。有这个民俗活动是因为村民为着要纪念1914年海难事件，做海石来超度这的亡魂。其实内面上界重要物件就是古纸，爱用这的灵厝、水灵宫、四海灵王等等，真侪制品拢是伫咧后湖海石才会当看到的。金门后湖的村民家家户户款普遍来到海边啊公园，这是12年一回，每逢土仔年才有举办的海石。伫咧海边啊含交易庙两边，同一个时阵进行佛教、道教两种的仪式。今年是第10届，就算是炮战的时期，也拢照常举办。每一个村门、每一个家户拢爱挂门来就拜。除了12年一次以外，当然他很慎重，也是他悲伤的一刻。那我刚刚讲说，做这个当然是安心、安民心最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整个流程是蛮有艺术性的哈。影线民游魂来到灵厝祭拜，海石纪念1914年海难。金门有路的古纸工艺是海石重要角色。这届由94岁的洪文飘和柯炳辉2人分工制作，亲像水壶、水灵宫，也是海石特殊的仪式用品。照顶发挥哈，因为因用这个古纸，甲迄款的咱看袂到的物件。变作看会到，哈，所以金门的古纸呢，真正较精致啊，较迄款呢注重伊的一个比例，伊的用途。海石自顶一颗，2011年，互金门县府列作无形文化遗产。今年以传承、用线又复康来做主题，望甲地方的记忆古纸手路继续传落去。记者尤金林昆明金门报道。世界上3大人狮比赛之一的高雄戏赛甲，让4年后今年恢复举办啊！来自各国拢总有8团的赛队，伫咧高雄车拼要登港区，若准拼到第1名，摕到这赛王的宝座，也佫有40万的奖金。连续跳过几啊几个杠条，大竞赛动作真流利，人狮这人扑了甲真好。这是来自家人中兴女狮副龙狮团表演，因除了是2019年的冠军，今年再次代表台湾出赛。因这摆出来创意的演出，将传统家庭来结合游戏，连音乐、服装甲布景拢真用心。除了创新的展现，嘛毋忙会当吸引少年人。连同我们的鼓乐啊，也会不一样的，跟那个音乐啊来做一个配合。以及狮子啊所呈现出来那一种的创新、不一样的这个内容啊，在这里面。高雄戏赛甲因为疫情停办2届4年，今年要伫这个月18、19登场。今年虽望取消水上比赛，不过有30组家庭团体就来表演，也佫有上精彩狮王大赛，有8支来自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甲台湾的狮队，要拼世界狮王相关任务，佫有40万的奖金。全台湾超过30阵的艺人吼，来表演咱台湾400年民俗甲艺人发展的故事。啊，阮有邀请4队国外甲4队国内这个狮王啊来比赛，首奖40万的这个冠军的这个荣衔。高雄戏赛甲原本只是传统庙会活动，有地方人士甲政府推动，现在加做世界3大狮王大赛之一。各种传统顶头表演，佫有狮队展现真功夫，嘛是传承咱台湾的民俗文化。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中正大学台文所有一位毕业生对于本地未晓台文，经过6年的打拼，落要用这故乡家己正做伊的背景，配合着伊生命的故事，出版60首台文诗的诗集。那伫咧50岁进前完成梦想，也顺利摕到学位。你有影甲阮听上，我台创作台文诗，表达对红色的感谢。中正大学台文所硕士毕业生邱家琪，用过去生活的记忆，创作60首台文诗，透过布袋戏剧团3脉动的协助，出版台文诗集。真正发表会的时阵，阮就是用台语布袋戏的演法，将伊的诗、台语诗，甲演出来。其实这本册呢，其实就是邱家琪小姐伊对朋友、对家人的爱。然后改写作诗，这是用另外一种的文学方式来记录家己的感情。邱家琪6年前因为要去考教育部的台语认证，开始接触台语文。2001年，佮考调中正大学台文创研所的硕士专班，经过2档的学习，互伊有出版台语诗的梦想。透过台文呢，嘛是希望讲，大家人会当透过台语诗来实实家己故乡，嘛感受到对家己身躯边的人的感恩甲爱。60首台文诗，也分享伊将近50档的生命记忆，嘛，互伊顺利摕到台文创研所的硕士学位。伊希望透过诗集的出版，鼓励对台语文有兴趣的人，会当勇敢创作，互台语文学愈来愈受到重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英国的摇滚乐团 Beatles 拜时推出最后一首新歌《Now and Then》。这首歌是团员约翰·兰农在生进前最后一首创作。本地录音版本的声音是真歹，加在透过这 AI 技术重新处理，经过45年后，搁再推出这条歌。Rock and Roll 音乐史上上传奇的乐团 Beatles， 这次总算是推出上尾一首新歌曲《Now and Then》，这是已经过身的团员约翰·兰农在生的时阵上尾一首创作。制作团队是利用 AI 的技术，把兰农的歌声分离出来，让歌迷伫伊过身40档了后，总算会当搁听到伊的声。Now and Then是约翰·兰农伫20世纪70年代尾期还未完成的作品，伊的未亡人小野洋子伫遮侪年前甲 demo 带送互Beatles的前团员，但是因为录音版本伤粗，加上迄当阵的技术有限，一直无法度甲这首歌完成。一直到最近几年技术进步，制作人员是用 AI 来提出兰农的声，互这首歌伫45档后总算互大家听到。It was actually very emotional. You know, it was very emotional to hear John's voice again. What I wanted was to bring my daughter here to be part of history. You know, we're never ever going to see anything like this again, and it was so important to be here today. Now and Then 推出的迄天，真侪歌迷拢做伙去到Beatles出道的蹦康俱乐部来纪念这重要的这个时阵。虽然乐评对新歌曲的评价无正悬，制作方式嘛加入真侪前团员保罗·麦卡尼的风格，但是一寡歌迷共款认为讲，会当搁一摆听到兰农的声，已经是有够满足啊。保罗·麦卡尼是讲，这首歌对歌迷来讲是一个真温暖的时阵，嘛代表一个结束。Beatles未过新歌曲来发行，伫兰农的歌声内面，Beatles上辉煌的时代会永远留伫歌迷的心内。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现在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0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28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